如果你係正準備裝修，肯定聽講過意式輕車。全屋做意式輕車，我都做啱咗啲咩 ？Hello 老細，我係 Louise。咁呢一種風格嘅理念呢，即係話少即係多，去繁就減，唔係堆砌奢華元素，而係將車感融入日常生活嘅使用之中，兼顧實用性啦，同埋儀式感，傳遞低調優雅嘅生活態度。今日同大家講下啲關鍵嘅注意事項。首先，硬裝一定要收斂，唔好整太多複雜嘅造型，線條企理利落就夠噶啦。咁喺牆面嘅天花留多啲留白。米白、淺灰、卡即呢啲低飽和色做基底，絕對唔會錯。然後咧係材質方面，一定要揀翻天然高階嘅大理石啦、實木啦、頭層真皮咧係標配。咁金屬嘅飾條咧，淨係可以做點綴，金、拉、絲同少量用就得啦。堆太多會好俗氣，比例啊千祈要拿捏好。仲有軟裝，貴精不貴多，唔好買太多擺件。皮質梳化配簡約大理石茶几，再搭翻副藝術掛畫或者係質感嘅地氈就夠晒格調。光影都好重要啊，無主燈設計係首選。燈帶、射燈營造層次感，比大吊燈更加襯翻意式風格。其實意式輕車係一種從從容容、游刃有餘嘅生活態度，優雅、低調、有質感，唔俾潮流影響。但係又可以永遠咁置身於潮流之中。